對於新聞局正處理出版法修訂工作，有學者認為喺修改過程當中一定要保留現有嘅新聞自由度。有業界就擔心修訂法律會影響互聯網媒體嘅營運。對於修訂出版法，新聞局考慮刪除較具爭議性嘅關於設立出版委員會、新聞工作者通則等條文。澳大傳播系課程主任林玉鳳表示贊同。佢認為修改時一定要保留現有嘅新聞自由度，以及增加對新聞工作者嘅保障。應該係總之保證嗰個新聞自由度唔少過而家，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原則嚟㗎。咁我覺得其實有啲包括我哋話當時係殖民地留低落嚟嘅一啲條文啦，譬如對總督啊、共和國總統不敬呢啲條文，我哋一定要去刪。關於互聯網部分，佢認為互聯網空間同互聯網媒體應該分開處理。認為如果互聯網媒體不受法律監管，從業者喺採訪期間就得唔到法律嘅保障，而電子媒體業協會就擔憂修法會影響到本地網站嘅新聞發放同創作。喺上面我哋製作網站上面，可能有啲新聞啊，或者有啲可能我哋嘅創作啊，可能會唔會有一啲網站有啲個別有啲會員有啲嘅所謂嘅次文化嘅創作啦，會有影響，同如果新嚟緊嘅法律上面會唔會有啲抵觸啦咁樣？佢話會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澳門電視台記者麥家俊報道。